咱再来看，咱国内有11个县市哦，拢有 U-Bike， 也毋过伫今仔早起8点系统异常，无法度借车，大约40分钟后系统才恢复正常。台北市交通局是表示讲，因发生伫上下班的时间，影响到民众的权益，会来罚厂商1万块，嘛爱因提出检讨的报告。通勤尖峰的时间，U-Bike 造车站煞是停价满，原来是系统断去，无法度借车。毋知的人用内建悠游卡的智慧型手表啊，录几啊摆，拢无法度借车，只好放弃改捷捷运。之前扣卡都可以，就是做捷运。上学想要骑车，然后去捷运站，按那个绿色启动按钮，没有办法扫描，就说本车暂停，无法使用。早起7点51分 ，U-Bike 2点空加 U-Bike 2点01电扶车，拢出现无法度借车的状况。未做准备去上班加去读册使用者拢人去。因为2点空车服务的范围包含双北、桃园、新竹、苗栗县、台中市，也有南台湾的嘉义、台南、高雄市、屏东县，影响有11县市。比如脚踏车回应经过厂商排除，伫早起8点27分恢复正常使用。悠游卡公司表示，厂商这边恢复正常了后，全台车用正常感应来照。另外，各种原因要来调查。台北市府表示，确实发现2点空车故障率会较悬。主要现在 U-Bike 2.0，它主要车机都是设定在我们的车辆上面，然后所以说我们也有发现说 U-Bike 2.0的故障频率相较之前好像有1.0的系统好像有相较比较高一点。然后针对这个部分，我们会请微笑单车这边提出相关的报告，然后也会进行相关的了解，要求它维持系统的稳定度。台北市平均一天 U-Bike 造就都超过20万次。台北市府交通局表示，通勤尖峰故障影响民众的权益，会发一班，佮要求微笑脚踏车调查清楚原因，6月底进行提出检讨报告。若下一摆个无正常，依照契约无排除加重处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